讲一嘴思念的茶，配一片故乡的话，用上亲的母语激出生活的甜。欢迎收听《故乡生活台语诗》。天还袂光，天还袂光，春天的梦还袂醒。厝角鸟仔伫耳仔边叽叽喳喳地啼，梦内面有雨，梦外口有花，风吹规暝，雨嘛落规暝。若到天光，迄花毋知会落偌济。咱今仔日故乡生活台语诗第118集，欣赏的是高雄的林凤珠老师所带来《天也未光》。上日起，咱邀请林凤珠老师为咱来介绍这首诗创作的背景甲含义，也有这内底台语文的用字。天还未光我相信听到我安尼咧念诗的人有足济，若对古典诗无青分的人不陌生的捌念过古典诗的，拢知影讲这首天还未光含迄个古典诗的迄个明和人的春晓是介共的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无毋对这首天还未光，就是将明和人的这首诗甲翻过来。那为什么我会翻这首诗呢？就是讲我进前伫校伫咧教囡仔的时阵感觉讲囡仔即马拢讲国语，台语即马已经伫厝也无啥讲，出来佫无啥讲，到尾会总袂晓讲。你着知影讲较早的人伫咧教囡仔，互囡仔伫咧读诗是有伊的用意。第一，训练语言嘛，训练语言。第二就互囡仔感受一种声律安尼囡仔伫咧学迄语言会较紧。那咱即阵已经较少互囡仔分析用台语来去念古典诗，真济有心的人拢一直伫咧推广，着爱互囡仔来念即个古典诗那有当然嘛是原来有一寡效果出来，但是我感觉讲互囡仔会晓念古典诗，嘛着爱互囡仔会晓讲台语，佫有就是讲嘛会当讲一种较雅的台语。所以呢，我尾仔总将即个明和人的春晓这首诗我总用口语化这种做法做现代台语诗，互囡仔一方面会当念春晓，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伊嘛会当念讲天还未光，春天的梦还未醒。厝角鸟仔伫耳仔边凄凄惨惨咧啼，梦内面有雨，梦外口有花，风吹规暝，雨嘛落规暝。若到天光，迄花毋知会落偌济。伊会当一边念古典诗，伊嘛会当一边用咱的即个讲话音念即种现代台语诗，所以这是我创作《天还未光》的一个背景。那天还未光内底即个用字啦这厝角鸟仔迄个厝伊有几啊字通用。第一就是上古老的写法，原始的写法，伊就是一个
一厝两厝，第几厝的厝加一个草字头，迄字是古早房子的意思。为什么呢？因古早迄厝就是拢砍草啊，这砍草的厝，因为后来总变做一种，咧讲人徛的所在就是草厝，其实一种客气啦。你住啥物厝啊？草厝啊啦，咱即阵嘛还有安尼介客气的迄种讲法。事实上古早的人伊就是安那，迄厝是砍草啊。那一厝两厝的厝，即字厝伊本身就有徛家的意思。那伊即个徛家，毋是讲咱家己咧徛是做旅馆，咧互徛的叫做旅厝。旅厝的时阵，伊是一厝两厝的厝，所以即个草字头的即个厝，即个咱读音咱念做厝，但是咱讲的音咱念做厝。一厝两厝的厝，这嘛是厝。搁有厝顶、厝所迄个厝，细关厝迄个厝，迄也是咱咧徛的厝。比如讲朋友若见面，咱咧讲招，来啦，来我迄歹厝坐一个啦。我迄歹所在坐一个，迄个厝是对一个厝，对处所的处，处所的处，所以厝有即几字的用法。那我是用草字头迄字。过来，迄个若到天光，迄花毋知会落偌济，偌济要安怎写？偌济会当写外字啦，这是上简单的啦，毋过我用的是不知凡几，不知凡几的凡。平凡的凡，有几个人的几，凡几。咱的国语内底有一个不知凡几，不知道有多少。但是你若不知凡几，你直直甲翻过来台语，就是毋知偌济。真雅，就是讲台语的用字，伊会当真雅，伊会当非常雅。不知凡几，你甲想国语人看到不知凡几，伊就知影讲不知道有多少。就是安尼。但是国语人，你若甲写不知外迹，伊毋知影你咧写啥物，伊嘛袂当入来你咧讲的诗的意思。这就是讲咱咧用字的时阵一方面爱互迄个用字较水较雅的，一方面就是用互不同族群的人、无同族群的人，伊嘛会当望文生义，他也能望文生义。安尼咱要识台语诗，咱要讲台语真优雅，安尼较识会行。天也未光，春天的梦也未醒。厝角鸟仔伫耳仔边，七七插插咧啼。厝角鸟仔是咱台湾一种非常普遍的小动物，伊是一个名词，不过有时阵伊嘛常用来当做一种形容词。选入去，咱邀请家己的文史专家黄智英老师来跟咱分享厝角鸟仔。好，厝角鸟仔这种物件都咧形容讲一群人一群查某囡仔那一个就是家己孤独伫遐咧想，伫遐咧沉思啦，点点咧想。那两个查某囡仔做伙，安尼叫做对话。对谈，两个就你一句我一句问啥物话讲啥话。那三下过就是厝鸟仔咯，就是一群直直当切安尼按讲话讲袂煞所以那四下过当然共款搁较大群的厝鸟仔咯。那是咱一般人咧滚笑讲女性一个就避暑拢袂讲话，两个因两啥物因当初的两个真好朋友，话讲袂煞。到三下以上变菜市仔咯，变厝鸟仔，一群厝鸟仔那像有影我最近都伫豆豆甲观察感觉那像有影有即个可能性厝鸟仔就是要讲人有直直达，话讲袂了切叫，足爱讲话，安尼换有迄种形容啦所以厝鸟仔、厝角鸟仔、赤鸟仔拢共款有即个个性，因为三项名称拢是一项鸟啊。其实台湾话用要直交互偏旁咯原在是少人会晓其实你若会晓一项就好啦。毋管你讲厝角鸟仔、厝鸟仔、赤鸟仔，拢是咧代表是迄种鸟啊，拢是共款的。迄是地形上会相口啦，种种的无共款咱拢爱甲认同，咱拢爱甲包容啦所以讲安怎拢无要紧。这台语有足侪所在是安怎是对，安怎是毋对，但是嘛是有一种地方伊认为讲做是啥物咱的这所在，因为咱毋知影，咱无接听到，是拢毋捌听到，咱就会感觉毋对，迄袂使进。
对这个台湾语文吼，拢爱一种存疑的态度啦，存疑的态度安尼啦。风吹规暝，雨嘛落规暝。若到天光，迄花毋知会落偌济。咱今仔日的故乡生活台语诗，是由文化部影视以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林凤珠老师写诗，黄志英老师主题讲解，府城小花女的二姐庭恩吟诗，专门客电台制作，嘉师主持。非常感谢你的收听，咱后一届再搁继续空中再会。